这个段子不错，今年看呀，来看一下这个。搞什么呀你？哎呀妈呀，烦死掉了！我没看到，我眼瞎吧你？是不是眼瞎？谁知道你在画口红啊？你眼瞎！我不是看你拿个镜子在照吗？完了，谁干呀？因为垃圾我想买电。今年来吃西瓜，这么好，又搞这么贵啊？大哥看看好不好？啊，这么好！兄弟们、老铁们，现在人家为了上热门都是那么拼，今天我也给你们拼一个脸盆，看好了。Hello, it's me. I was wondering. 来，呀，不好意思，睡着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干啥呢？不好意思，老妹儿，睡着了，你们家睁眼睛睡觉啊？忘闭眼呢。还挠，那咋还挠呢？那都挠啥样了还挠啊？那挺好是吧？给你挠这样，那挠这样，瞎的好不的？不好意思，还能吊上吗？滚犊子，要啥了你？不好意思，老妹儿。哎，下我的大丝袜子，去滚！我想听我的说，我可怒了，你看，咦，他妈了个！你看他那手高的。哎呀，我的心在滴血呀！奶奶，妈妈，咱不拿了行吗？少拿点，我没有钱了，妈妈。我让你吃这个倍儿好吃。不是，我问你，你听话吗，妈妈？你听话吗？听话。你听话是吧？听话，咱放下，咱不买。你不说。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日子点点滴滴的。这里有条钱，有种你滚，别跑！好嘛，我不跑，一块儿打我哈。你为啥子偷我的钱的？因为我要跟我的小妹妹充 QQ 会员。为毛？人要一张脸，树要一张皮，可以不用手打脸不？这个脚也不能用。